個鐘滴答潮，個鐘滴答潮，個鐘滴答一聲等於一秒。動作真巧妙，道理真巧妙，仲會鐘擺喺兩邊搖。個心卜卜潮，個心卜卜潮，每分鐘都不多不少。賽跑之後，受到驚慌後，又會加速嘅心跳。我想知，到底點樣整鐘錶？內裏的巧妙，內裏的巧妙，在那小小嘅發條。個心點解跳？個心點解跳？循環現象不可笑。又跳出心臟，吐血反心臟，8跳一刻都不得了。愛惜1分秒，愛惜1分秒，到底1分鐘等於多少？任你千萬，任你千萬，亦買不到多一秒。愛惜，愛惜，愛惜光陰惜分秒。用心的學，用心的練，競賽之中爭分秒。